每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大擺《福起來咧》播出嘅時間哦，都係下晝頭4點一陣時間。一陣時間吼，大家可能就會坐到電視機頭前啊，看電《福起來咧》。韓國書後應該拿一杯茶，韓國你啷個意思應該拿一隻點心，嘟好，今日《福起來咧》，我同大家來分享一種茶，韓國係對呀新竹關係來嘅茶，大家會想到乜嘅喏？可能大家會想到仙草茶哦，不過唔係。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茶米茶，韓國有紅茶也對，我同大家來分享哦。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邀請到位來賓，分享幸福林茶園嘅林慧君分享。嗨，大家好，我是來自新竹關西幸福林的林慧君。分享韓國沙落係哪個一位？誒，仲新的個分享。大家好，我係阿德。阿德哥啊，阿德哥你好，兩位好，大家好。歡迎兩位好對呀，新竹關係來到也特別呀錄影。唔過吼，大家對就像我一開始講嘅，可能大家聽到新竹關係就會想到仙草，對不對？仙草一定有名。唔過大家可能唔知呀，關係呀隻蔬菜啊，其實啊，佢對呀種茶嘅環境咪係一定好嘅哦。係唔係先請慧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亞度嘅茶園啲呀關係呀隻蔬菜，差唔多叫其他嘅韓國嘅環境用版。我們的茶園是位在那個新竹關西，靠近關西天主堂光明路上。對，然後呢，我們在日據時代的時候，關西的紅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對，在日據時代的時候是分享獻供給日本天皇用的。在那個時候呢，其實對是要非常好的一個品質才能夠到日本去給天皇使用。對，那在那個時候呢，出口的是5大洋80個港口以上。對，那早期的時候，其實先民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為大家挑着茶哈，是走着這個茶山茶路，到了大溪去坐船到了大稻埕，然後才能出口哦。哎呀，看到呀相片啊，看到人家叫嘅茶園，其實是應該係當發咯，差唔多有幾發咧，幾大面積。我們的茶園哈，我們大概有4公頃多，那還有其他的，因為我們是中興大學有機認證，今年會拿到有機證書。對，那我們這樣的做法已經超過3年以上，將近邁入4年。那所以我們有很大的一個隔離帶，能夠保護我們的有機的茶園。哇，對，古時候呀環境都好，是，所以這氣候我沒辦法拿到這個有機的認證，因為水質很重要。是，關西的水質也是非常好的哦，所以才有長壽村的一個美名。哇，它的水質，所以是大家食到關西嘅水，就做得食到18年，食到8年水，食到8年水就錯嘅。呀，尤其種茶出體呀，水質當中也有影響，空氣當中也有，因為唔做唔得有隔壁田咧，也得有空氣，係講有嘅噴農藥啊，可能就會鼻過來就會污染到。接下來清楚就會奶料這個泥土的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呀，關係呀，這蔬菜呀，奶肉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們的泥土是屬於紅土，那紅土就可以保水性。那所以像我們的先民很聰明，就是這樣子的土呢，我們就拿來試土試種，我們所以拿來種茶。對，是。唔過我想來問一下呀，阿德哥吼，請問你啊，關係呀，這蔬菜呀，這環境，比如講可能種茶，可能當中因為看下嘅山嘅高土啊，也都對於種茶有乜嘅優點？關係呀，這蔬菜。關係兩片吼是講老，你講關係老龍潭甚至在台地老林口台地窮人都會屬於紅土，紅土也是屬於一個黏土，所以講兩片嚟講保水性真好，像嗰啲啥山下，是有隻當有名嘅嗰種水母樣，大家所有去個寬水泡茶雪是咁樣嘅。嗰片嘅地方嚟講是講高土冇講清高，冇像南條嗰高山茶高，嗰啲啥產品是到200-300公尺。可是講溫土，呢一般溫土比較高，冇像高山溫土較大。所以種出來茶可能冇辦法撈高山茶比，所以你就用該發酵，下多嘅發酵。有冇佢用嘅技術就錯嘅？該風茶獨路是用全發酵，
来做出来的茶是最好的。所以因为关系，奉茶茶有名，细菌为了这个关系，做出来的茶茶是最好的。古时候做在讲呀，害怕较大嘅蔬菜，无相关，但係做在种茶，我做就做呀，爱发酵较大嘅，按用嘅奉茶。古时候呀，家下有讲到吼，也係發酵濃度嘅茶，按到奉茶來請阿弟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所以呀，愛發酵較大嘅奉茶，按樣板來做呢？哦，一年來講是像講愛條沙做嘅奉茶，係講用清新大摩去做。啊，特別清新大摩，係應講特別講嗆心的啦。哦，嗆心嗎？係，咁一年講突然性中沒有力量。部分三則顯示幾乎都係做嗆心下都跳擺啦。咁頭先嘅講，做嗆心咧最先是做奉茶嘛。啊，保姆認為要該小玉列產是講，你講下按度調啊。叫按度調啊。就是它事實上也有一個很小的翅膀，在人發現的時候它會飛，可是它飛的距離很短。你看到起樓機就係調咯，所以按度調啊，好，基本是該差一雜嘅，特別做奉茶家下，該本調適過嘅，你唔會少，該要拄好要將因用很大爽哦，我自家來做茶，這樣做出該種嘅蓬風茶，蓬風茶是按到東方美人茶，而家是當鬼故所講，本人講蓬風，就係攞黃金形容按鬼。哦，故所人家佢講嘅，唔管係呀，蓬風茶，也係講奉茶，全部都係用一種茶樹嘅茶葉嚟做嘅，按到強心嘅，用一種強心來做嘅。故所像佢每日有帶呀奉茶嘅茶包來泡拌，阿佢每日試食一下嗬，想我來摸一下，像按用嘅奉茶嗬，其實起來我有乜嘅味道，因為我看家嘅色有一點點啲呀玻璃phủ底度嘅，看起來就有一些些的粉色、咖啡色，然後透透的感覺。是。不過到鼻嘅度方看起來又係另外一種色咯，鼻嘅度方看起來是有點橙色的顏色，很不像我們印象當中的紅茶。你印象當中的奉茶哈，銀桂講起 black tea 是黑色的，不過也看起來係橄欖色的哦。對，我們這個是小葉種的紅茶，你喝喝看，大胖做的。那我們其實像在做紅茶呢，除了這個採摘以後室內萎凋，好，然後室內萎凋之後呢，我們做揉捻。發酵，然後乾燥，那其實很有趣哦。曾經有一個老師傅跟我們分享做茶，就是說做茶從頭到尾在玩水，玩什麼水？萎凋的水。因為我們一開始採的時候，當天的水一定含量比較高，茶葉的含量，所以一開始的萎凋不能太快乾哦，太快乾你後面沒辦法揉捻，對，所以要抓這個玩水玩揉捻的萎凋的水，再來一杯揉捻的，沒有開玩笑，揉捻的水，懂我是？對，那最後乾燥的水其實也是很有趣的哦，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很有趣，這個是真的是要非常的，要因為就你剛剛講嘅，如果它萎凋到太乾的話，就等於說它的茶葉是脆的，對，它也沒辦法揉捻，揉捻就全部碎掉，全部就變那個渣渣了，沒辦法成那個茶葉的條狀，只能變成茶末茶渣。對，所以有時候我們就常常在分享哈，是。真的喝了一個茶，你覺得好喝，這個時候是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為什麼？種茶這段時間到採茶那一天的天氣，那今天採茶人的心情，對，那一直到製茶人的心情或整個天氣、濕度、溫度，跟今天阿琴妹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對，其實就會影響到一杯茶，覺得哇，其實好喝的時候，那記住那個 moment。真的，我剛剛說的時節啦，它完全唔會有嗰種苦嘅味道、澀嘅味道，按用都最度烘嘅感覺，因為只有一些像花香味的感覺。沒錯，對，因為像我們也是特別是選用全植物性的植材，就是我們沒有用任何的動物性的材料，也沒有用化學肥料，沒有除草劑，沒有農藥，所以我們的茶是等一下有沒有分享怎麼栽培，所以我們的茶其實是喝起來是非常的純淨的，所以像我們的茶葉是現在純素者 vegan 也是非常適合飲用的哦，是。所以阿琴妹，你剛剛喝的紅茶是我們用
强行的，强行做出来优等的茶叶去做成红茶，难怪这么好喝。而且大家说茶会回甘，这一款茶不是回甘款的茶，它是本来就是甜的。对，但是保证不加糖。对，很像加糖，因为给对头甜都迷耶。对，清清淡淡的香味。所以人讲吼，台湾人去做捧凤茶，可是应该六沙想讲，暗火的茶，我六沙取来做风茶取款，结果做出的风茶，真好食，口感袂回甘，所以说如同阿婷话讲，你茶虽然低等的。不过刚刚研究讲到要烹风茶，烹风茶其实也是几乎是全发酵的茶了，对不对？它跟红茶的差别在哪里？大概发酵度大概70到80%，那红茶几乎都是95到全发酵，更高。那另外就是我刚才还要提到，为什么我们特别是选用这个茶包的材质，因为茶包材质其实是非常重要。你要冲小水，对，要热水。那我们这个特别选用的是国外的玉米纤维的，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可以自然分解的，那对环境或对我们身体都是没有负担，很自然的。对，因为像前一波的甚至有新闻讲，给茶包有塑化剂会释出，故说太高可能没办法用肉眼去直接判断，但是根本有讲亚黑这个玉米纤维的材质，故说其实甜盐跟独豆社会没冇相关。其实吼还有东多种某项嘅茶，可以同大家来分享吼。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转到节目当中。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仲有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會同大家來分享新竹關係來嘅茶哦。剛剛已經識到鳳茶，唔過接下來會同大家來分享另外一種茶，叫做鳳舞龍。都奇怪吼，阿權妹硬係忙着談過按用嘅茶，故時一下就會請呀飛卷來同大家示範一下，我來泡茶，我用嘅來泡喲，已經擺好，很有架勢。那我們來開始，先試泡这个红烏龍，要怎麼來泡呢？我们首先我们泡茶的时候，我们會進行一個溫壺。溫壺溫杯是因為讓我們等一下的茶葉跟我們的不要讓那個本來這個本來的這個茶杯的溫度對影響對。好。这都要先温杯，就跟色茶是咖比都 Q 用，对，都要进行这个动作，对，让这个整个杯子的温度啊都升起来，是这样子，这样我们会等下色到冷冷的茶泡不开。而且大家适度的茶站是最温度最辣最大火的时候，因为你讲不要冷了，天啊哈，伊个温度是降下来的。还个茶米。要茶米嘅量我用嘅看呐。对，一般我们是看是我们的壶是多少 CC， 那我们的一个比例大概是1:30到1:50都有。例如说，假设是300，假设是300 CC， 除以30的话就是10克。对，那假设是喜欢喝比较浓的部分对。哦，要用啥咯？算时间，计时，算时间，大家都水度好嘅时间唔係講你用心度少2-3時上下會算唔錯。係，所以要時間我用嘅看咯，因此間人我泡茶嘅話，我用半算時間，我泡幾久。我们这边请慧君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时间大概是需要多久？像我们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球形状所以我们大概时间会比一般的红茶的条索状，然后再长一点点。那像我们建议的是，像那个我们红乌龙的第一次呢，第一泡大概可以在70秒。那大概是，所以这个沙漏我们大概就是，反正我们动作不赶嘛，这个跑完以后我们再慢慢，然后把这个水倒出来，对，所以大概所以加个时间给长短，泡个时间长短是看呀茶米的它的形状，对，因为有条状的。有球状的，对，不一样的形态的这个茶叶，对，那当然也有跟自己喜欢的浓淡度。假设你觉得一开始你就喜欢喝比较浓，那时间就是可以再用它冲对，是，时间都会黑吗？好，然后要先过滤
对，要做这个过滤的动作，然后茶叶的会有一些小渣渣，把它过滤掉。哦，这个红乌龙的颜色它也是比较偏橘色。对，那我们因为它是球形状，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第二泡，对1、2泡，因为这时候它的又比较泡得开的才慢慢散开。对，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用1、2泡混合的方式，对。哦，1、2泡混合。对，其实这时候是风味是最更棒的哦。第一泡泡完就要直接喝了也可以。其实第一泡我们第一泡、第二泡其实风味是不同，但有时候我们在让客人可以喝到说哇，这是味道是真的恰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可以1、2泡可以用这样子的混合方法。或者第一泡同第二泡跟对都可以，会不太一样。是，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来喝一下第一泡的哦。对，所以它会把它如果1、2泡合在一起的话，味道会再把它融合。对，是。哦，有没有一个规律，像是比如说第一泡会比较苦，还是第一泡会比较香，第二泡会比较甜之类的？因为通常我们的第一泡哈，因为假如是球状的话，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喝到一个茶叶本身的一个风味，一个甜味来。哦，所以现在这是第一泡会有茶叶本身的风味跟甜味，但是因为根本以后竟然有专家来到节目当中，是不是有特别的喝茶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除了教大家品茶、品咖啡、品油，我们都品过了。那这个茶是不是也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品茶的方法？像我们第一个哈，我们会看这个茶汤的颜色，就是刚才阿琴妹看到说，哦，这个茶汤的颜色，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用眼睛来看这个，对不对？咸优木足是，然后再来呢，我们现在是来先闻香。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果香的味道，这跟刚刚黑豆跟蜜桃有某 Q 有对不一样，对不对？它的味道感觉更浓郁了一点。对，是，那所以我们这时候是用鼻子，是用闻香，对不对？对，而且它有一点点像是奶茶的那个浓郁的味道，因为每一个人的觉得香气不同。像我们曾经有一个我们一个老前辈，他说，我们这个有乌梅香的味道，所以很有趣，就每一个人其实对感官是不同的，连结不一样，是，跟曾经我们的一个记忆点是可以做连结的。哦，它有那个炭焙的味道，我们这个是有焙火的，你看吧，我的鼻子还是很厉害，对，所以这有一个焦糖香，叫焦糖香，所以说奶茶可能对炭焙奶茶焦糖香的味道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其实是我们一般的品茶会有一个啜饮，其实啜饮其实有点像什么？像日本人吃拉面，为什么会啜饮？因为它在鼻腔跟口腔这个空气的一个回旋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特别的感觉。超啦，自然有吃超。但是要注意不要烫到。对，吃拉面啜饮比较容易烫到，喝茶还好。是。你看它就是刚刚那个 Joy 哈啜饮的瞬间，我突然感受到花香味跟甜味，跟稍微可以理解到什么叫做会连接到乌梅味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的果香透过啜饮，就是整个让你的鼻子的感官会更敏锐。没错。那所以像刚才啜饮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我们这个舌头的感觉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听觉，对不对？眼、耳、鼻，对不对？舌，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整个感觉，你现在的感觉是觉得很舒畅。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不止无感，我们整个在这个喝茶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好，对，喝下去以后，那个回甘的感觉就慢慢的上来了。红乌龙的味道懂贴偏呢，因为来到到红乌龙，感觉就是跟红茶有关系，没同乌龙茶有关系，所以呀，腐乌龙茶是乜嘅茶？因为我们其实刚才有提到，我们关西的土壤跟风土适合做这个发酵度比较高的红茶。那我们同时也在做一个消费族群的一个讨论，发现男性族群男性朋友其实喜欢喝乌龙茶。对，那当我们做这样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参考了台东发展的很好的红乌龙这一个茶品。好，那我们就想说，我们用在关西我们自己自有的茶种台茶1号，台茶1号它的名字叫做宝岛红茶，它是茶改厂，就是不一样的茶树品种。对，我们试试看，跟刚刚我们讲的抢席妹膜不一样。对，我们试试看说，用这样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红乌龙，然后这样风味如何？
结果我们在这几年我们推出了以后，发现反应很好，不管男生冷泡、热泡，或者说女生的族群会觉得，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风味。我来试试看冷泡，是冷泡的茶，冷泡其实很方便呢。冷泡很方便，怎么泡冷泡？冷泡其实像我们这一个我们会用1:100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很清甜，对不对？这个压到冷泡冷的米是有一些像麦茶，有一点点麦茶的那种清淡的感觉，清甜，对，清甜的感觉，所以就不用糖了哦。对，买到啥不用糖哦，跟原味。对，同这小个呀乌龙茶那个回甘味道比较重的感觉不一样了。对，冷泡就是没有这个回甘的感觉，但是它前面。对，清甜的味道，前面的味道跟刚刚是稍微清甜跟米头完全不一样了。对，那所以像我们这个非常的简单，是我们常温水就可以了。我们常温水不要用冰水哦，冰水就会泡不开。那我们用常温水，一般就是煮开的开水放凉了以后，我们用1:100的。假设您的壶是500cc，好，这样就放5克的茶叶在里面。那大概1-2个小时看温度。假设现在开始比较热了，你大概1-2小时看到有茶汤的颜色的时候。就可以放到冰箱，6到8小时之后就可以用喽。我说人家讲嘅凤乌龙，嘅做法就会同凤茶没某可用，同乌龙茶没某可用，但是却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前面的制程是做用乌龙茶的方式，它发酵到了一定的，刚刚我们提到大概是8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个杀青的动作。那杀青的动作就是让它停止发酵。其实发酵其实就是跟氧化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们让它停止到这个阶段就停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烘焙。对，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多层次的。对，一般来讲，阿 Q 我还蛮适合爱用红乌龙这样子的茶。不过吼，呀，在节目有一张单元，就很多共生农民啦，儿童太教来分享一条农业嘅知识。呀，他就想来抢呀，慧君同太教来分享呀泡茶清后嘅温度，因为人家有讲到嘛，呀泡茶同呀。茶米跟hình的有关系，像球状的、条状的，你会用不一样的温度跟时间，对不对？对，其实泡茶就是3个要素：温度、时间跟你的茶量。茶的量，对，所以1:几1:几，这个就是我们茶的量。那当然，每一个人可以用自己适口性来做调整。那我们一般的来说是发酵度比较发酵茶，例如说红茶、红乌龙，我们这个就可以对红茶、红乌龙，因为它发酵度比较高，我们就会用最高的对90到95的温度来泡。那东方美人的话，因为它80、85、88左右就可以喽，就不用用那么高温对去泡它，就会有不同的风味。如果相对更深的茶，比如说像是绿茶这一类的，一般我们还是会在80到85这个开始泡，对。那因为太低了，基本上那个茶的一些滋味也泡不太出来，对。所以基本上，其实像茶改厂也很有趣，大家可以上那个茶叶改良厂，这是我们的指导单位，他们有做一个东方美人的一个品茶的一个温度，来比较。例如说，他做了不同的试验，结果回到85到88，其实最好的一个温度哦。古时候可能大家吼做得选择呀专家建议嘅呀温度先去吃泡看啊，你去个好色安用跟米头毛，那个唔中意嘅话，做得自己稍微微调整一下，对不对？没错，是。可能大家你。搭技术、搭松树泡出来嘅茶嘅米是都冇咁樣哦，有好多動都冇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家下又看到好專家用嘅來泡茶，大家又學會嘛？其實要泡茶嘅呀，我哋知道呀，要量很動多，冇辦法一下就按用學會，不過盡量同大家來分享，來問一下阿弟哥，家下又講到好泡茶，我要溫度，看乜嘅溫度適合泡乜嘅茶，不過眼福卡就係沒有溫度計呀，點用嘅先哦？
你日本大家来讲，不看到无温度计，个最好的方式，你是用个玻璃个做插敷，你讲开始差不多，大下就多少个气泡加下，个是差不多80度以下。哦，按用做得看呢，讲有一些些的小气泡。对。哦，不按用天天的不爽来嘅时间，寒都大下嘅是差80度以下。80度以下。无来，个气泡为热，攞一睇，然后个插敷嘴多少就啲拍摄的水蒸气上来，个是超过80度以上咧。哦。啊，10个牙齿，10个柱，10个棍。电到该从玻璃柱安台气泡冲起来，该是差不多就80度嘞。哦，故说，氢难判断呢，我们一般人氢难判断就会在有点热，但是又还没有到沸腾，就是85、86度嘅样子，那是氢难判断、氢难看呢。系哦。故说压下就低了，压婆天天的向上会不出来啊，这个茶再有一些的冒白烟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就会80多度的按用给情形，按用给温度做在拿来泡茶。电到差不多90度，你是烫到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该水蒸气都该插敷嘴是几下红起来的。按用一直差不多做在泡茶嘞。哇，古时候除了压温度当重要，泡茶跟水蒸没当重要。该是系哦。总唔得用吃来水直接拿来煮啊。日本啊，吼，吃水水就加像嘛漂白水就话该是模仿偏光，所以让东英讲为了泡茶，是拿到宽水转来当供山泉水、水母样的水，爱来到的水。当到该装头尾就该慢该白供下面就酱水，该是最好的。泡茶来讲，基底本就富含该种矿物质，又为膜，按泡出来茶。真係一定嘅，最好食咧。我有一定嘅茶，當然我有一定嘅做法，一定嘅反應。唔過大家種有機嘅，也係講種入潮生栽培，快拿到有機認證了。在這過程的路上，大家聽到讀到動頭困難，乜嘅困難呢？蟲的啊，臭的啊，係唔係當頭拿通？阿弟講，有當頭拿通冇？你要是講到我最難過、最艱苦的地方咧，我聽咪種煙來嚟做鋼茶人，係因為惠君的理念，因為佢用有機，因為我從細是工廠做，吼。嗰種佢用有機，嗰種你試看啊，因為種有機最起碼身體健康，冇農藥，所以我看到佢嘅拄好有照應，還是有反顧，還是哇，工廠冇種，還是過去鋼田鋼茶人。对，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茶园哈，就是像阿婆或阿嬷对我们的心一样准备，我们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对，那我们会用这样的心意，就是让土地能够做一个永续的一个耕作。那对我们自己每天在茶园生活工作的人一样，我们身体健康。然后心灵健康，那土地也健康。我们是希望是这样，是永续的一个，让土地一个永续的这个生长。这样。你讲按永续懂辛苦哎，因为虫哎、老臭哎，这个是不会对你留情的耶。该讲开时间哈，我就讲我是讲茶人，不娘谁我讲，阿爸你咁哪日好，你唔是讲过天，我冇辦法，冇要緊，我要個興趣，我試看，講落去噶哈，個草。上到老茶都过，好无助哦。可是我们有那种一个热忱，有一个理念，所以开始土地技术啥开始棒草咯，用树棒，苦连棒到血困噶，发现有只气唔红嘅，我做下好血困叫。cái lâu cái con cổ khiêu rồi khá vào nhộng ban bắt gì rồi nó kiếm mòn gì rồi叫就马的嘞，腳是低下嘞，然後步來上邊喺只講，唔好用苦喎，按乾苦，用怕好嘅，從應該咧挑板已經收草啊，嗰個撲到天啊，係按棒所以。有人愛用棒草哦，我冇看過有人愛用棒草呢。鄉村嘅隔壁嘅茶咧，嘅農業嘅行業講，你下啲後生人可能不掂嘅，因為呢條沙嚟講，一年可能
散白都洗白的个除草剂，用个差点是强的啊，冲到山干枯，个用慢降伊倒落去。可是基本上都讲，基本爱到啥用安的方式去做，爱耐唔会硬，个草放下来拄好炸点唔会上草，而且佢又有机质，然后佢面体感又配，加个反应，还个配有呀皮呀，就做的吃盐有这个养分了，对不对？然后又完整的整个生态，因为有臭就会有虫，有虫就会有生态，规个反应会完整嘅。顾首长有暗后品质给茶，其实追求这样子的茶园的生态链，是不是也是你们想要永续经营的一个方法？对，没错。就我们像我们的 logo， 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是以茶叶为一个主体。那我们旁边的是桂冠，是代表一个荣誉，就是我们的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片茶园？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幸福。对。那再来有我们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符号，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用我们这样的方法，友善的耕作的方法，能够让土地这是永续可以经营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理念。对。那另外我们也带到我们这个红色是主要是我们的主色是喜气，我们有红茶、红乌龙，都是很喜气的，所以我们以红茶，而且送礼盒，太搞就不会献粉色。是，那我们就以红色为主色。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DM， 像有黄色、绿色、蓝色，分别是代表的阳光、空气、水。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天吃饭，也是老天吃饭。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投入，能够把我们的作物茶，还有其他相关的作物，能够分享，把这份幸福传递给每一个喝茶或是饮用我们的客人。低度坑豆给保种都是花花草草，是，还有动物在上面。对，那这些像我们穿山甲，我们有穿山甲，这我们的确有看过穿山甲，而且还有洞穴在我们的茶园里面。那一般来讲，穿山甲要能够生存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纯净、无毒，要非常自然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些动物跟植物，然后让我们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冇错，除了也有茶以外呀，还有另外一类呀，清传统的客家茶、酸甘茶。是，听说现在变成大家的舒压茶了，是不是？我不懂为什么可以舒压，这么干那个意思啊？对，对个。哦，因俩酸甘茶是像因头摆细加杂心中，高烟加就改为葡萄干。葡萄干。杂心中真正，可是当酸、当涩唔好食。按行业最厉害的地方是嘿，做咩生活做得改变啊？对。大概肉未出来，捞茶米，捞强下，再好食转去，然后经过九蒸九晒，是变到俩。太家都第做亚酸甘茶最繁复。但是舒压我不懂，因为在我们的 FB 曾经有 po 过，就是因为其实像在一颗非常硬，那一般要搬很难，但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的客家花布包着，然后用锤头锤。超级舒压的，因为一下就碎掉，然后就很适合来泡冲泡。对，那个客台办公室每个人订购一颗，这样大家都不会有工作压力了。是。那以后阿琴莫迄讲心情唔好，但是拿铁出来烤。但像做的烤酸甘茶舒压哦，杭州的去茶园去做这个茶园的农事体验，对不对？没错。有那有发通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曾经有办过，就是我们采茶，然后手做的手揉红茶。那另外也有我们的农园，我们茶园旁边有一块农园，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到发到一个时候，我们就是传照片给他看，他就会发现说哇，玉米要生长那么久，然后他们就会更珍惜食物。对是。顾说除了去茶园观光、去体验揉茶、喝茶之外，杭州的去看看啊，也得有香菜啊、果子啊，很用的来送的。做的不要的生意呢，接触太自然就是最好的食农教育了，对不对？是。让他们亲近土地、亲近大自然，实际接触，那就有最好的直接的体验。对。顾说其实今日的节目当中吼，东欢喜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
也都按好嘅茶米，按好嘅品质。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讲到啊，对不对？东西太丰富了。当好。韩国理念又是尽量做得接近太自然，用这个自然的栽培法、自然农法，用草生栽培法，不要反经田野，也都做出来嘅产品就会好。故说神梦也都来分享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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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神梦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停下来做运动哦。